苹果的手机呢，比较早期的，竟然是用那个吸附玻璃的那种东西一压，然后有那个像钥匙扣那个铁形的圈呢，手指头伸进去，然后用力把它拉上来，然后还有一个像弹吉他那个塑胶片的三角角落钝钝的那种，像弹吉他那种吉普，然后把它从缝隙那边开始把它挖开了呢。然后那个背部的电池要拿掉，因为有胶啊，所以要从背部用热风枪或者是吹风机吹，把那个胶吹溶解、吹软化，才能够拿得起来。